伫咧去年9合1大选，迄当时有6万多人确诊，因为5+N隔离政策，因是无都出门投票的。今仔日监察院指出讲，这决策无完全符合详细的侵害手段甲比例原则，要求中选会甲卫福部检讨。去年9合1大选，新冠疫情还未解封，迄时快筛阳性的确诊者要进行5+N的隔离，这确诊者是无法出门投票。26监察院针对这件事件提出调查意见，认为指挥中心加中选会的做法无符合比例原则，要因赶紧研议相关措施。早一点让这个投票确诊者来投票，也只让他只投2个小时，可能也是不限制他的这个投票的这样的权利。不过总比都让他不投票，我想这还是比较符合所谓的这个比例跟最小侵害原则了。监察院统计，迄时受影响的人有6.508人。其实，伫去年3月，中选会捌提出设专门时段，互确诊者投票等4个方案，但是落尾中选会甲指挥中心以骹手无够这寡理由，拢无实行。但是监察院认为，这2个单位一直无法度证明骹手真正无够，而且也伫去年举办的大学分科测验是有开放确诊者考试的。大考中心后来决定考量开放轻症跟就是没有症状的人可以去考试的原因。如果限制这个确诊者应考，然后考生恐怕因为就开始采取不筛检，哇，那我还有机会去考试。他自己知道阳性了，快筛，可是我没有医生的证明，所以我还是可以去投票。好，所以这个是不是鼓励更多的引力？这个我们打个问号。针对监察院的调查意见，中选会回应，大选期间拢按照指挥中心的政策定相关的措施，对监察院的意见表达尊重。监察院表示，中选会甲卫福部应该现主时开始做保强措施，那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传染病事件，才通保护民众投票的权益。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